到诗歌智慧书的时候，就表示旧约圣经我们已经一半了，读一半了啊。好，那另外也告诉大家怎么翻圣经。我们的圣经新旧约圣经，其实中间扒开来就是诗篇了。所以如果你试试看，把中间一扒起来就是诗篇，然后诗篇旁边就是箴言，箴言后面就是传道书，传道书雅歌啊，这个所以其实很好翻。所以如果假设很多时候翻不到的时候，中间一扒开来，诗篇就在中间，那从中间往前翻就是约伯记啊这些。好，所以我们请复习一下诗歌智慧书有哪几卷？从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还有雅歌，啊，这5卷书叫做诗歌智慧书。好，那诗歌智慧书在讲什么？当然就是讲诗歌跟有关人生的智慧啊，所以请大家看一下121页诗歌书总论这边。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有5卷，这5卷书包括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啊，所以这个5卷叫做诗歌智慧书。那另外有一卷不在这个里面，它是放在属于大先知里面，这个叫做耶利米哀歌，它其实也是诗歌题材的，但是它没有放在诗歌智慧书里面，它是放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啊，所以这个第3行121页第3行的地方，请大家稍微注记一下，耶利米哀歌其实也是诗歌体的文体，但是它不是放在诗歌书里面，它是放在这个先知书里啊。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诗歌智慧书，它在面对这个第2段里面的倒数第3行，他说面对苦难，向神祈祷、处事原则、生命的意义跟爱的真谛这些议题上，彰显神的智慧，所以这个叫智慧书。所以这5卷书有这些的内容跟议题在这里面。好，所以诗歌它美的地方，如果各位有读过，假设如果有，各位应该都有读过，在以前早期啊，如果是国中有上过这个国中的这个文学的时候，国文的时候，应该有背过叫做唐诗300首，对不对？好，那唐诗里面常常会有一种东西叫做对偶，或者是叫做日本人叫做这个排句。这个有读日文的应该很清楚，什么叫排句？它其实就是仿唐诗的做法啊，比如说就是这个两个这个是有可能有对仗的啊，就是工整的对仗的这些东西叫做排句啊，所以它这里用一个词叫做对偶，就是意思就是你可以发现它有一个对比或对照，或者是它有一个2个都在比如说2句话都在形容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用2句话去形容它。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他这里有提到有几种对偶的方式。他说希伯来诗歌有几个特性，不一定是押韵，当然押韵也有啊，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在押意，那个意思的意啊，不是那个把你压下来，不是这个意啊，是押意。意思，压这个意思啊，意思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的对仗啊，或者是会有一些的，就是对比。好，比如说，请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就有实际上的例子啊，就是这里有这个叫做对偶句啊，所以刚刚要说这个日本人他们写叫做排句啊。好，那怎么对偶？请大家看一下啊，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里面都选一节诗，都选一节经文就可以了。好，请看一下诗篇19篇第1节。好，如果有圣经的话，请大家看一下诗篇19篇的第1节，那你就大概知道正的对偶是什么。好，有吗？好。
那我们起来念一下诗篇19篇第1节，一起念来。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好，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正对比？有没有？诸天穹苍啊，然后这个上帝，他这个当然就是神这边的他啊，荣耀还有手段啊，这个就是正的对偶。好，反的对偶是什么？就是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比如说善恶啊、好坏，这个叫做反的对偶。好，请看一下箴言10章第1节，第7节。好，来翻一下箴言，诗篇后面就是箴言啊。好，箴言的第10章第1节。好，翻到一起念一下10章第1节，一起念一下，来。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OK， 好，这个就是反的，有没有？啊，这个叫做智慧之子，还有一个叫愚昧之子啊。智慧之子会让父亲欢乐，愚昧之子让母亲担忧。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反的对偶。好，第7节也有啊，义人跟恶人啊。第7节里面来。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这个就是对比啊，所以这个叫反的对偶。好，那和的对偶，请大家看一下，一样前面的诗篇19篇，大家很好翻啊。诗篇19篇的7到9节。好，我们来看一下和的，就是上下都是有对仗，而且又有这个对比是一样的。好，看一下7到9，前面来。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好，所以这里就合在一起。比如说这里面的重复的词，律法、法度，还有训词、命令，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还有典章，这些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这叫正的、反的跟和的部分。好，到这边可以吗？好，那这本书的优点是它帮我们做了很多的图表，请大家看一下122页，诗歌智慧书里面的对比。这里有5卷，有没有？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好，这5卷书，它有不同的对于每一卷书里面的一些的智慧的探讨。所以约伯记是探讨苦难，所以他说认识苦难的智慧。那约伯记他说是英雄的诗歌，这个英雄跟我们想的英雄不一样，这个英雄是胜过苦难的英雄啊。所以约伯记在讲苦难，那这个约伯是胜过苦难的英雄。那这里提到说，义人受苦的谜只有上帝才能解开，就是我们不知道受苦是为了什么，但是只有上帝才会知道它的意义跟它的这个原因在哪里？好，那诗篇他说是叫做得着能力的智慧，因为诗篇就是一个祷告的，怎么样学习怎么样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啊。所以要能够得着能力，就是要能够常常在祷告当中去敬拜、经历上帝，所以它叫做敬拜的诗歌。所以诗篇我们可以说它是诗歌集。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敬拜诗集有没有？这个叫诗歌集，所以诗篇就是诗歌集。有点像以色列人的诗歌集。好，那箴言，箴言讲的是什么？箴言讲的是处事为人，所以对人的部分。前面提到诗篇是对上帝的敬拜，然后对人的部分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世界上
够来有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存之道，就是叫做真言啊。好，所以真智慧人必须要敬畏上帝，这个是这个真言里面所提到的一个对比，就是跟其他的卷不一样的。好，传道书讲的是要做人生的道路啊，就是了解说啊，人的一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啊，经历过生老病死啊，经历过虚空啊，人生有很多的无奈啊，或者是有很多的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啊，类似像这样指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人生都是虚空。所以传道书其实是让人可以感叹到啊，人生需要上帝的这样的一卷书啊。好，雅歌书啊，这个又是谈爱情的，所以很少有书卷特别谈爱情。那这个雅歌是特别谈爱情的书啊，谈爱情的这个诗歌，怎么样去彼此相爱，怎么样去坦诚，怎么样在婚姻当中去经历啊，这个是讲爱情的诗歌。好，那但是呢，讲这些东西的当中有一点很吊诡的东西。其实华人的文化里面也有这个东西，叫做，如果有念一些这个大学国文选或是中文选的时候，通常我们在评论诗的时候，都会讲一个东西叫做思无邪，这个是谁讲的？孔子。孔子注《诗经》的时候，都知道那个中国有4书5经嘛啊，那《诗经》也是这个经书里面中国的经书里面的一个部分，《诗经》就是有关诗的部分。那孔子在解读《诗经》的时候，他说：“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就是意思就是你看到这个诗歌，但是其实你的思想不要偏啊，意思是不是啊？比如说那个爱慕啊，或者是那个渴慕那个爱情啊，比如说他们都会把它引申成这是对君王、对国王的一个期待，或是谈到那个美人跟这个英雄的搭配，它其实就是人民跟这个皇帝跟国王的那个一个配搭的角色。所以像那个屈原的诗，有很多也是这样，他有那种忧愤，《离骚》里面有很多那个他对国家的忧愤，然后他用这个香花美人比喻他的国王，类似像这种意思就是不要想歪了，我用这个东西是在比喻我的国王，在比喻谁啊？所以他希望你要思无邪，但是那个叫做太过度引申了。所以各位其实不用太过度引申，你讲爱情就讲爱情，不必要去特别引申它。所以，有很多人在读这个雅歌书的时候，都会把它解读成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那个爱情，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那个火热的情感。当然你可以这样解读也可以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还给他应该在的位置。雅歌它就是在讲爱情故事，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引申成这个我们在讲，我们跟上帝要多么亲密啊，进入内室啊，我们要跟上帝，我刚讲就是你也可以这样解读没有关系，但是它真正其实就是在告诉你那个，就是男生跟女生的在一起的情爱的故事。但是要请大家在这个约伯记跟雅歌的上面标注上一个东西，叫做剧本。等一下会跟大家做说明，约伯记跟雅歌，他们都是剧本，了解意思吗？剧本就是它是让人家演出来的。那演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了解他在表达什么，了解意思吗？好，我们直接来进入看就知道，请大家看一下123页，
然后来看这个第一个剧本，叫做约伯。好，书里面这个作者虽然是告诉你说啊，约伯确有其人，他是谁谁谁的这个儿子，有没有啊？他说这个啊，比如说这个作者是以利户啊，他是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弟弟拿赫跟妻子密迦生了8个儿子，然后啊叫做啊谁谁谁啊，然后这个啊他是谁的后裔，类似像这些啊，都可能都是会告诉你说他是谁的后裔啊，或者是约伯是雅各的第9个儿子以撒迦所生的啊第3个儿子，原则上请大家看看就好，但是事实上，他的故事是一个剧本。好，那剧本什么叫剧本？我不晓得各位如果以前早期追剧，应该像慈美姐或者是像庆姐，应该早期追剧的话，你们应该有看过日本的剧，有一部连续剧叫《阿信》。多久了？30-40年前。30-40年，对不对啊？哇，那个作者，那个演那个女主角很厉害，那个叫做童颜，那个脸真的都不会老的啊。那知道那个阿信这个剧本是怎么来的，知道吗？据说他们收集了全日本120位苦难中的妇女，他们的经历，把它浓缩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可以了解意思吗？好，所以用这个你来理解约伯记，它可能就是有人把很多受苦的人，把它浓缩成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现在在重播呢。现在有在重播是吗？非常好，好，那你就知道了。他的因为这个导演有被采访过，他说这个是用，日本收集120个妇女的故事，就是他们的那个小时候的故事、受苦的故事、他们的人生故事，把它拼凑成这个阿信这个人。好，所以你看阿信这个人，他有好多苦，而且苦到底有没有？他一生当中可以喜乐的时间不多。好，那为什么会说约伯记跟他很像？因为约伯就是你会觉得他不太像是一个正常人的状态，他像是什么？他好像是一个苦到不行的人，怎么会有人衰到这么爆？啊，那个家产全部都被抢走了，儿女也全部都杀死了，都没有了，然后他自己又死不掉，他想死又死不掉啊，然后他太太还要告诉他说啊，你干脆死算了啊，上帝都不顾你了。哇，这个人苦到不行啊，很少有人会有这么苦的经历，但是他又是用这个叫做诗歌型的方式去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类似像剧本，他好像在演一出戏。然后这个人演出来的时候，他的背景故事有旁白告诉他说，这个上帝在天上，然后撒旦就来跟上帝投诉说，这个约伯啊，怎么样啊？上帝说好 ，OK， 然后你觉得他不够敬虔，那你就害他嘛，旁白就有了，对不对？然后后来这个人就出现在这个剧的当中，他就坐在地上，在那边哀叹啊，我的这个动物，我的那个牲畜全部都被抢光了，财产也没有了，儿女也都死光了啊，还身上还有病，一个苦到那个尽头，那个苦到尽头的那个状态，其实它有点像剧本。会跟大家分析到这么白，是因为很多人把这个，当然以信仰角度上来看，约伯记，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有一个人，他受到这么多的苦，他的苦情跟状态，但是事实上我们要了解说，他的苦是可能浓缩了很多不同人的苦，然后他们是怎么经历到去翻转跟改变的，他怎么撑住他的这个苦难，然后能够有调整跟改变。那这样的解释，在很多的成人主义学的教导上不会告诉你这个，不会告诉你这个。这个是除非你读完之后，你才会体会，这应该是一本剧本。
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请大家在这个上面写受苦的剧本啊。这个你把它想象跟阿信一样就是了就是好。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123页这里，他说这个学习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种事，免得落入撒旦的圈套，在信心上跌倒。其实他就是在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苦难。那作者这里提到说，他的作者可能是这个以利户，因为本来约伯有3个朋友，但是突然间不小心冒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以利户。好，那不晓得为什么他突然间冒出来，但是有可能是这个编剧人他自己都看不下去，他变成好像是站在上帝的角度去责备这个约伯，说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他可能把这些收集到的这些故事凑一凑，发现哇，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苦到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我想要给他一个很多的评语跟意见所以有人说他的作者可能是这个以利户，就是请大家画一下就好了，以利户可能好，那这里提到约伯是雅各的第9个儿子，以撒家所生的第3个儿子也是一样，就是上面写可能就好，因为同名者很多。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写到这个太多的人名，所以我们都以为说只有这个人叫这个名字。其实包括像耶稣的名字，以前都是蔡奇亚米玛利亚都是蔡奇亚米所以要知道说，这个以前的人很多蔡奇亚米比如说像现在很多那个叫什么宜君很多叫什么什么建国啦什么嘉豪啦，很多那种蔡奇亚米。其实以前耶稣这个名字也是蔡奇亚米，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耶稣这个名字是以前只有耶稣才有这个名字。像我们讲过那个约书亚有没有？约书亚就是那个希伯来语的那个耶稣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同名同姓的很多好，然后他这里提到说，摩西5经比约伯晚400年才写成，有没有？在倒数第2段的倒数第3行，这个部分有待商榷，请大家在后面打一个问号。所以基本上，约伯记有可能是当时的一个通行的剧本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听到那个《三国演义》的时候，其实《三国演义》是距离真正的三国时期很久的时间才写出来那《三国演义》也有点像剧本一样。好，请大家看一下约伯，其实他常常跟这个为他的子女献祭123页，他是家族的大祭司，有可能因为他是会为他的儿女献祭的，他常常会为他的儿女祷告，希望他的儿女不要走偏了所以基本上他算是一个好人。但是好人怎么会变成是碰到坏的事情，或是碰到衰的事情？好，这个就是后面要提到的124页。好，所以约伯的3个朋友，这3个朋友，请大家看一下以利法，还有比勒达跟索法这3个人，而且他还把这个出处有可能的这个人找出来，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同名同姓者多，也不用穿凿附会说他一定是谁的孩子，不一定不一定。好，但是这并不表示说这个故事是假的，因为刚提到的，有可能收集了很多受苦的人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真的，有可能是真的所以约伯的3个朋友这3个人，其实如果你看约伯记的话，这3个人刚开始很好，你很少有朋友在你受苦受难的时候，他会跟你一起哀哭7天。
这3个朋友其实已经很棒了。那为什么？因为这个约伯他一直想不开、想死的时候，这7个人一直在他身边，守着他，安慰他。但是这7天本来都不讲话，其实默默的陪伴都很好。但是过了7天之后，这个受不了了，受不了，然后谁开始发难了？请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有没有开始辩论了？这个124页的第2的地方，第1回合的辩论，第一个发难的就是这个以利法，有没有？然后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上帝是赏善罚恶的所以一定是人有罪才会被惩治类似像这样然后第2回合辩论什么？这个恶人的遭遇这个恶人是因为这个犯罪，所以上帝才会惩罚他们所以意思就是，他就是在指责说你一定约伯，你一定做了什么事情不对了，所以上帝才会惩罚你们但是呢，在这个第一回，在这个辩论的当中，其实约伯也有反击请看一下125页，约伯也有反击他的朋友。约伯也有反击他的朋友，他觉得他的朋友不够了解他但是他的朋友还是一样都是在批评约伯的不是。所以第3回合的地方到这边，约伯都还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其实他真的没有不对，我无缘无故家里就突然间被人家抢劫了，然后这个儿女都被杀死，然后我又生病了，然后又死不掉就是像这样，然后很痛苦好，126页请看一下。到最后，上帝有给约伯什么样的回答呢？其实并没有约伯，这个上帝只是告诉约伯说：“我创造这些万物的时候，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所以上帝一直在告诉约伯说：“你有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所以面对苦难，这个就是给大家这个最好的解释。如果你碰到受苦的人，你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也许他也会跟你讲说：“为什么我会受这些苦？”最好的解答就是，知道吗？如果你的朋友，你身边有受苦的人，他真的很苦。他问你说：“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我这么苦？上帝为什么给我这些的苦难？我为什么这个很难活下去？”不知道。很多对于苦的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记不记得我们在上那个关怀探访课程的时候讲过那个例子？有没有？我们那个老师的爸爸说：“我是教会的长老，我又把我的儿子奉献给上帝，那为什么我会得到胃癌？我怎么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是很多人喜欢帮人家解释帮谁解释？帮上帝解释。哎呀，你一定是吃了这个上帝所说不可吃的物所以你才会得到这个癌症真的是这样吗？不是。有敬虔的人也会生病的，就像我们在强调什么？医生你不应该生病，你是医生你不应该生病，医生也会生病医生怎么会是医生也会生病千万不要把医生当神所以很多人误会说你看牧师你怎么会有信心跌倒的软弱的时候？当然有牧师也会有软弱的时候对不对？国王会不会有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时候？当然有对不对？国家是我的，但是我也有没办法做决定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掌握的。不知道，所以要请大家要了解一个事情，就面对苦难，我们有很多事情是未知的。就像上帝创造一切的万物，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
奥妙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无法去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以我们有限的头脑，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好，所以在上帝责备完之后，告诉约伯说：“这个你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啊。”好，所以约伯后来他做了一个信仰的确认，他说什么？过去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以前他的信仰观是听人家讲的，他说他现在真正经历到上帝的作为，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转变。苦难反而让约伯更认识上帝了，了解意思吗？啊，苦难反而让约伯更愿意亲近跟了解上帝。以前他的信仰观是听来的，他现在真正去经验到了。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所以其实有很多人不喜欢苦难，当然没有人喜欢苦难，但是苦难其实反而让我们更跟上帝更加的贴近，跟上帝更加的贴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一个案例。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美国人，他在他家的庭院里面，他看到有一只蛇在他的孩子的身边的时候，他很大声的斥喝，告诉他的孩子趴下，不要动。你知道，信心就是当你的父亲，你信任你的父亲，当你信任你的父亲的时候，他告诉你什么，你就真的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安全了。可是通常你知道很多故事里面都是小朋友大概不会相信老爹在讲什么，安全的很呢。可是这个孩子他选择听他父亲的话，他就当场趴下来，没有做任何的动作，然后那个蛇就从他的身上这样爬过去。后来他的父亲把那个蛇给抓去丢掉了。你可以想象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不信任他的父亲，我老爹讲什么，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命令？那恐怕他就会受到更大的伤害。所以有时候上帝给我们有一些超过我们想象的事情，比如说叫我们趴下，有时候不见得是坏事，有时候那个趴下是保护你。当然，很多人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很痛苦，就觉得这个很难理解。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恐怕那个受的伤害会更大。所以，其实有时候上帝的作为是很奇妙的，不是我们可以理解或是想象中的情况啊。好，到这边可以吗？好，127页这边就是最后的这个约伯记的结论啊。最后这个3个朋友后来还要靠这个约伯去跟他们献祭，为他们祷告，上帝才放了这3个朋友。要不然的话，上帝其实是很不喜悦这3个朋友的对约伯的回应。为什么？因为约伯说我没有犯罪啊，确实约伯没有犯罪，只是上帝的作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都要代替上帝去解释很多的话，其实是不需要的。所以最好的解读就是不知道。好，到这边可以吗？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进入到诗篇啊。我们大概诗篇没有办法讲完，但是稍微了解一下诗篇的特性就好了。好，请大家看一下128页，诗篇就很有趣了啊。好，诗篇的作者不是只有大卫，虽然大卫是最多产的，但是请大家看一下诗篇的作者，他其实并不是只有大卫，他说是主要的作者，其实他还有其他的人啊，比如说像在129页这里。有提到有所罗门啊，还有摩西刚唱的那首诗歌，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啊？这个也有，还有可拉，或是叫可拉的后裔啊，这个都是，还有希曼、亚萨、以
汉这些人都是诗篇的作者，所以不是只有大卫，但是大卫是做的最多的。好，那诗篇的书名，给大家看一下，回到128页这里前言的地方，诗篇的书名原来的意思是赞美，就是赞美的意思啊，所以诗篇里面教我们怎么赞美。今天早上在松柏团契的时候，我们读了诗篇40篇。其实诗篇40篇里面有很多可以祷告的词，所以诗篇其实是可以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所以如果要教导弟兄姐妹祷告，其实先要看哪一篇？看诗篇。所以有人说诗篇、诗歌啊，诗歌是有韵律的，诗歌是有韵律的祷告，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诗篇是有韵律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你就觉得，唱歌很快乐，为什么？因为它有韵律，那个曲调会让你解除一些的烦忧或痛苦。好，这个是中国的一个历史的故事，都知道那个我们常常听到那个客家人唱山歌，知道吗？都知道山歌的由来是怎么来的，知道吗？很多人都把它引申说是那个客家人唱的，对不对？好，最早这个山歌是在春秋时期，有一个人应该大家很听过、很认识，叫齐桓公。这个又是冷知识了。齐桓公。好，他有一个宰相叫做管仲。好，管仲这个人，当他们带兵要去打那个，他们以前外族人叫做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他们要去打那个北方的蛮族的时候，他们要从那个山东半岛那个地方，要往北去打这个北狄，就是打那个北方的蛮族的时候，要越过很多的山岭啊。那爬山的时候，很多人就很累、很辛苦，对不对？所以管仲这个人就教大家唱歌，好，那边唱歌有点类似像我们那个类似像唱山歌这样，然后他们就唱一唱，不小心就翻过了。所以他们用很快的速度就翻过很多的山，然后去追击这个。所以后来人家就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就是透过唱歌，让人的心情可以很愉快，所以走得再远，都可以很顺利的走过去。好，所以这个我们男生有当过兵的就知道，我们在当兵的时候都会唱军歌，有没有？那个唱军歌叫你大声唱的原因是什么？唱歌的时候可以解压，所以唱山歌有这个作用，就是当你在采茶或是农作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可以有诗歌啊，可以一起陪伴的。好，所以这个诗篇也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作用在啊。好，那另外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东西，各位知道。我们以前的那个早期的台湾的歌仔戏，其实没有曲调，它只有什么？它只有词。词意思就是它只有那个唱的词，但是它没有调子啊。那调子是谁加的？是后面的人
就是他学习老师的调子，他把它记下来，用脑袋记下来，然后一代一代教下来的啊。比如说像我们有听过那个人家唱歌仔戏有没有？我心骑白马走三关，该有马兽医回中来啊，那个就是它就是那个词，它只有词，但是它没有调子。那每一个老师教的调子会不一样哦。每个老师教的调子会不一样。我们比较常听到的版本，大概都是歌曲里面那个版本，啊，我心骑白马啊，走三关啊，类似像这个。但是很多老师在教的词，曲调会不一样，同样的词会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词有这个意思，就是你的老师他的曲调，他带你唱什么调子。你很有可能就会一样的词，但是你会用这个调子唱，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好，比如说像以前早期台湾有在教那个福音诗歌的时候，都知道有一首歌叫《小巴掌》，知道吗？那个《小巴掌》有人把它改了调，把它改了词，改成叫做《小听堂》。这个最后跟大家做一点这个分享。这个是因为取它的音呢，好，这个郭金发唱小巴掌，小巴掌，小巴掌，对不对？好，有人把它改成这个小听堂，小听堂，小听堂，咱就小听堂，类似像这样，所以他用一样的调子，但是用不同的词替换，所以诗篇里面也有这个东西啊，比如说。他说什么调用朝露，或是调用无声歌，类似像这个，就是他有那个曲子，但是他的词被替换掉了，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学歌曲的人应该就可以知道那个意思，就是他的曲子有，但是他的词被替换了，所以诗篇里面有很多这种类似像这种东西出现。OK， 好，到这边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教圣经很有趣的地方是，有很多东西是要和在一起的。要教文学，要教艺术，要教歌曲，要讲故事。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觉得，我有点像那个相声演员，你知道吗？相声演员在教什么？说学逗唱。有时候要说，要学，要唱。所以其实传道人的训练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要在各种不同情境里面要能够用出来。所以像早期的宣教士，像我们刚唱那个《修天堂》，对不对？早期的宣教士就用这个一样的调子，然后他就在庙顶，在那个庙庭的外面，他就在那边唱，然后让他觉得这个声音很熟悉的调子，然后要听听看这个外国人到底在唱什么。所以很多一些外国宣教士，他们常常用一些这种方式来吸引人，跟他们接近，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跟文字来接近。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在做宣教的时候一个很好的学习，用我们有的文化跟内容来去做学习。好，那今天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今天晚上的课程献上感恩，谢谢主给我们有机会来学习约伯记跟诗篇，让我们能够了解人生的苦难，并且知道怎么样用赞美来胜过苦难。谢谢你们带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教导当中得着聪明跟智慧，知道面对苦难、面对人生、面对待人处事、面对爱情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来行。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些的智慧、聪明，能够做好的这些的规划安排，并且能够从你那里来找到智慧的源头，就是主你自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